高雄的洪山今仔日透早是接续发生2件火烧厝的意外，一个是伫个新安街的透天厝，一个火5个人的厝主的翁仔某甲伊的老母是拢有走出来，也毋过14岁甲16岁的兄弟仔煞未喘气，送病院了后，这个哥哥是救无回来。过来让无到10分钟的时间，这和兴街也来发生火灾，警方怀疑是互人偷放火。 大火一直烧，消防队到进前已经有真侪热心民众咧拍火。洪山区新安街这栋带着一家5口的透天厝，晚暝1点不明原因客厅着火，厝边一发现，赶紧化救人。麻烦在那个确实搜索一下，看其他楼层还有门边也受困。厝主翁仔某还有厝主的妈妈伫咧厝边倒茶工之下得生，毋过14岁、16岁兄弟一度困伫内底，防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，紧急送医，哥哥也是救袂回来。我开去外口嘛有味啊。 我看唔对，我就起来。阮查某囝已经下落来。阮就摇楼梯者，摇楼梯者，甲请落来，两个甲救落来啊。这时火调科等于现场勘验，要了解到起火原因。距离现场无到2公里的和兴街，嘛伫咧20号半暝1点外发生火警，2栋透天厝顶仔卡交接为着火，烧着2边的奥多摆，还有汽车。停汽车的透天厝玻璃拢破去，徛好一家7口互预防性就医。警方清理追查，发现可能是有人放火。因这做生意的，早起咧做生意早困哦。 可能睡得比较入眠哦，伊个玻璃佫烧破的，浓烟就拢入去啊。监视器迄个男子骑脚踏车到顶仔卡无偌久，火光就出现，伊说越头离开，但是警方轰查着被害人，发现无人捌这个嫌犯。在凤山体育馆附近停车场查获纵火犯嫌力男，并带返成功所来做调查。 案发2点钟就互抓着，嫌犯讲是美好的时阵食薰，薰屎无拍花引起火警，所以非常紧张才离开现场。不过警方对这个讲法非常保留，会搁再来调查伊放火的动机。记者王立田、林昭宽个报道。